2024年电视剧市场竞争相当激烈，许多日剧、韩剧、美剧、国产剧纷纷官宣在2024年上线，对于爱追剧的朋友们来说可谓一大福音。那么2024年待播剧有哪些？2024年最新上线的电视剧哪部好看？下面细说小编就为大家分享2024年最新电视剧排行榜，既有2024年正在热播的大剧，也有即将上线的新剧，一起来了解下吧。看看你最期待哪一部？极恶女王。极恶女王是由白石和弥执导，铃木收、池上纯哉担任编剧，吉田优里主演的 Netflix 原创电视剧，于2024年9月19日上线。该剧讲述了在1980年代掀起女子职业摔跤旋风的大木松本不为人知的故事。三个女人是 Lisa Todio 所写的非小说三 B 女子 Three Women 改编而成，由路易斯·弗里德贝格执导，谢琳·伍德雷、德汪达·怀斯、贝蒂·吉尔平、加布瑞拉·克里维、布莱尔·安德伍德、罗拉·科克、奥斯汀·斯托维尔等主演的美国电视剧，于2024年9月13日开播。留人第4季。留人根据 Mick Herron 的同名系列小说改编，由威尔·史密斯、米克·埃隆编剧，加里·奥德曼、杰克·劳登主演。故事围绕着军情5处内一个不正常的特务组，以及他们讨人厌的老板，臭名满天下的杰克逊栏目展开。2024年9月4日，该剧第4季在 Apple TV 播出。正港分局。正港分局是由许光汉、王静、马念先等主演的鬼家人衍生剧，该剧共6集，于2024年8月22日上线 Netflix。 故事设定在吴明翰、许光汉释出院后，回到警队时遇到新案件，讲述正港分局刑事侦查队日常中危险、荒谬又搞笑的故事。失效。失效是由腾讯视频、完美世界影视、完美远方出品，车亮一执导，林一、沈月领衔主演，叶小伟、天爱、赵海燕、杨紫嫣等人主演，邹廷薇特邀主演的都市爱情剧。该剧讲述了沪漂脱口秀女演员顾意的梦想是为观众带来快乐，并全心投入脱口秀事业。然而在工作期间遇到一位冷漠男观众梁代文，为了能够给他带来快乐，两人开始慢慢接触和了解，相互吸引，共同坠入爱河的故事。妈妈朋友的儿子。妈妈朋友的儿子是由柳纪元执导，申夏恩编剧，丁海寅、郑素敏主演的韩国爱情喜剧。该剧将于2024年在韩国 TVN 电视台播出。该剧讲述了一个试图重新启动错误人生的女人和她活着的黑历史妈妈朋友的儿子之间发生的故事。在无人森林之中。在无人森林之中是由毛完日执导，孙浩英编剧，金允石、尹启相、高明世、李正英主演的韩国电视剧。该剧将通过 Netflix 播出。该剧讲述一个夏天因在民宿出现的可疑女人而日常生活开始崩溃的民宿主人，为了守护珍贵的生活而孤军奋战的故事。四海重明。四海重明是由温德光、程志超执导，景甜、张凌赫领衔主演，乔振宇、范明、高露、黄海冰特邀主演的古装仙侠剧。该剧改编自伊代雪的小说《我有3个龙傲天竺马》，讲述了少女南颜为救母亲踏入仙途，阴差阳错与姬阳种下了缔结姻缘的同心锁的故事。无路可逃。轮盘赌。无路可逃韩是由崔国熙执导，李秀珍编剧，刘在明、金武烈、李光洙、许光汉主演的韩剧。该剧讲述了罕见罪犯出狱后，以200亿韩元悬赏金签订公开杀人契约的故事。该剧于2024年7月31日播出。名校风暴第8季。名校风暴 Light 是由 Netflix 出品，雷蒙·萨拉扎和达尼·德拉奥尔登执导，奥马尔·阿尤索、米格尔·贝尔纳尔的阿尤、米娜·艾尔·韩马尼、伊坦森·艾斯卡米亚等主演的西班牙系列电视剧，讲述了3位蓝领阶级出身的学生进入西班牙精英家庭子女就读的高中拉斯恩西纳斯后，与新同学发生了冲突的故事。第8季于2024年7月26日开播，是名校风暴系列剧的最后一季。